帶咩嘅翡翠可以令你新嘅一年福氣滿滿、好運花也？錢錢今日就想同大家安利一款幸運神器——種豆得豆，呢個就係福豆啦。每次見到福豆呢，佢都好似提醒緊我，你一定要通過自己努力，先有可能獲得該有嘅成果。種水靚嘅福豆呢，佢一定係光感滿滿，就好似果凍咁樣嘅。豆嘅粒數暗藏玄機，3粒豆表示福祿壽，4粒豆四季平安。聽聞最早嘅時候，福豆係寺廟裏邊嘅吉祥物。咁學生黨帶住福豆咧，佢就可以連中3元；職場白領帶住佢咧，就可以開花結果。如果係女仔或者準媽咪帶住佢，就有多子多福嘅好彩頭。咁好嘅寓意送俾人哋，係咪一份好好嘅禮物呢？揀福豆嘅時候咧，要注意3個要素。咁第一個咧，佢嘅弧面要飽滿，越飽滿嘅豆咧，佢睇起嚟唔單止可愛，而且咧佢仲有一種好強嘅生命力，俾你一個好似要打開嘅感覺。第二咧就係福豆嘅尺寸，佢嘅比例一定要協調，咁樣佢嘅美感同埋精緻感先可以出嚟。最後一點，福豆咧一定要揀一啲透光度好嘅，最好有熒光感嘅添。大家睇到台面嘅福豆，每一粒都唔一樣。如果有中意顏色嘅朋友，就可以揀呢款啦。如果中意簡約白白款咧，就可以揀呢啲一個扣頭穿起身嘅就 OK 啦。帶上一粒細細嘅福豆，等我哋嘅生活嚟啲儀式感。關注錢錢買翡翠唔踩坑。